小玉薄旦明，紅塵從緣醒。知子桑飯粥，無處不寧靜。這是一首極具禪意與修行智慧的述志詩。全詩核心在於修心、知足、隨緣、得定。他描繪了一個人遠離名利誘惑，在紅塵中覺醒，過住簡單生活，並獲得內心絕對寧靜的精神境界。以下為能逐句解釋這首詩的深層內涵。一、小玉薄旦明字面意思，減少心中的貪欲，閒輕閒淡世俗的功名利祿。禪意轉化，修行始於小玉，欲望是痛苦的根源，名利則是困住心靈的枷鎖。當一個人不再被外在的掌聲、地位所綁架時，心靈就能卸下沉重的包袱，獲得真正的自由。二、紅塵從緣醒字面意思，在喧囂的滾滾紅塵中，順應因緣而覺悟，清醒過來。禪意轉化，世間萬事皆是因緣和合。從緣醒意味着看透了物質世界的虛妄與無常，不再執着於強求某種結果。在經歷生活的起伏後，借由因緣看清生命本質，從迷惘的幻象中猛然驚醒。三、知子桑飯粥字面意思，懂得適可而止的智慧，即使只有粗衣、桑麻一啖飯，也感到十分滿足。禪意轉化，知子出自老子，知足不欲，知止不殆，是一種極高的處世智慧，不追求奢華的物質享受，回歸最樸實的衣食生活。內心的富足並非取決於擁有多少物質，而取決於對當下的感恩與知足。四、無處不寧靜，字面意思，只要心境達到汝這個層次，無論身處何地，沒有一個地方是不安穩、不寧靜的。禪意轉化，這是全詩的結語，也是修行的果位。當外在的名利，第一句執着，第二句物欲，第三句全部放下後，心王便不隨境轉。此時無論是在深山茅棚，還是在繁華鬧市，內心都是一片祥和寂靜，達到了心安理得、處處皆住淨土的自在境界。總結這首詩，提醒現代人在快節奏、充滿焦慮的社會中，如何透過降低物欲、隨緣生活、懂得止步，來找回每個人本自具足的內心平和。